一艘消防救護艇，佢慢慢駛入去北角城市花園對開嗰一片暗湧不斷嘅海面上面。消防人員伏喺船邊，攞住一支搜救嘅拐杖，喺呢一片墨綠色嘅海水裏面不斷咁樣探索。而突然之間，拐杖就好似勾咗一啲沉甸甸嘅嘢。消防員隨即刻擺低手杖，而成個人趴低，用手喺冰冷嘅海面裏面一扯。一個着住黑色 T 恤，手臂上有密密麻麻嘅紋身，而佢究竟係生還者啊，定係死者呢？咁樣就俾人拉出水面，佢雙眼緊閉，成塊面同埋成個身都沾滿晒海邊嘅泥沙同埋污垢，乍眼望落去，成個人係完全失去咗知覺。而現場嘅街坊甚至係救護人員，心裏面都浮現咗一個問號，就係呢一個人究竟係邊個？喺呢一個都算風平浪靜嘅下晝，點解佢會無端端喺度浮浮沉沉？係一時嘅失足意外啊，定係生活將佢逼上咗絕路？又或者喺呢一片暗湧不斷嘅水底裏面，其實掩埋咗一個邊個人都唔夠膽提起嘅恐怖秘密？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喋血追兇》。喺呢個頻道，我會用自己最真實嘅聲音去帶大家行入世界各地最撲朔迷離嘅罪案現場，一齊去剖析下人性最黑暗又或者係最光輝嘅一面。如果你都中意聽呢類型嘅罪案故事，咁記得要即刻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新片。而時間要翻返去2026年嘅5月26號下晝1點幾。北角電氣道城市花園對開嘅海濱，呢一度平時都係一個中產屋宇嘅邊緣，而近年嚟政府係更加積極發展海濱長廊，本來就係想等市民可以有機會親近維港，散下步，放鬆下自己。所以每逢下晝或者係黃昏，呢一度都會有好多街坊喺度流連。但係喺呢一個本來應該好安逸嘅晏晝，海面上突然間出現咗異樣。因為有眼尖嘅市民就發現，距離岸邊唔遠嘅水面之上，有一個黑色嘅物體喺度伴隨住海浪一上一落咁樣浮沉。而如果一拉近一睇，呢一個物體佢唔係垃圾袋，而係一個人。所以當街坊發現喺海面上漂浮嘅物體係一個人嘅時候，佢即刻就報警。而警方接報咗之後，救護人員同埋消防處嘅救護艇亦都火速趕到現場。正如我哋從現場所流出嘅片段可以見到，當時呢位男子其實喺水裡面就已經冇晒反應，消防人員更加係用盡晒全身嘅力氣，成個人幾乎要跌出船外，先勉強將呢個人拉近船身。但係當時呢一個人全身已經濕透，衣服都係吸滿晒水，再加上佢當時完全失去晒知覺，簡直就係一件死物咁樣，單靠一個人根本就拉唔起佢。所以同船嘅2個救護人員就即刻衝上前，要3個人同時合力，先至可以將呢個男人由冰冷嘅海水入邊撈起，而暫時安置喺船邊嘅防撞墊上面。而呢個時候，大家終於睇清楚呢個男人嘅樣貌。雖然佢成塊面同埋成個身都沾滿晒海邊嘅泥沙同埋污垢，但係其實佢望落去好後生。而最令人注目嘅就係喺佢手臂上面有一副好深色、好精緻嘅紋身，而佢當時係着住黑色嘅 T 恤、黑色嘅長褲，而全身就被海水浸到發脹。而救護人員就即刻喺船上面幫佢做心外壓。隨後當救護艇上到岸嘅時候，就由救護車將佢以最快嘅速度送到去柴灣嘅東區醫院進行搶救。而成單案件最詭異嘅地方亦都喺度開始。一般嘅墮海案，其實警方都好快可以透過事主身上嘅銀包、證件或者喺岸邊所留低嘅個人財物去確認身份。但係呢個男人佢身上乜都冇，佢係邊個？係邊度人？點解會出現喺城市花園對開嘅海面？而警方喺岸邊搜索咗好耐，都完全揾唔到屬於佢嘅鞋、電話或者係遺書。所以警方都一度懷疑佢會唔會根本就唔係北角跌落海，而係由其他地方隨住海水嘅流動將佢一路推到嚟呢一度。
而相關嘅媒體就以成因成謎、生死未卜嚟報導，因為暫時我哋都冇辦法確認呢件事究竟係一場嘅不幸意外啊，定係背後係隱藏住乜嘢唔可以曝光嘅內情。而截至目前，呢一單案件其實警方仲喺度調查緊，但係呢一單案件嘅背後其實都隱藏住一啲社會嘅議題，係好值得我哋去一齊去反思。首先就係開放式嘅海濱長廊裡面嘅安全隱憂。香港近年嚟其實好流行要將海濱去圍欄化，提倡親水文化，當市民同個海可以再行近多啲。但係好多城市嘅花園老街坊就指出，呢一度近幾年人流複雜，同時間亦多咗好多嘅後生仔喺度流連。但係海邊嘅救生圈、防撞嘅設施究竟夠唔夠呢？又或者好似堅尼地城嗰一單案件咁樣，飲醉酒會唔會好容易就跌咗落海？而第二就係呢一個相對沉重，就係隱形嘅心理健康同埋社會求助嘅機制。當一單新聞標題打住珍惜生命嘅呢4個字嘅時候，我哋就要意識到喺呢一個望落去好繁華嘅香港入邊，有幾多靈魂正喺度默默承受緊我哋想像唔到嘅痛苦呢？而呢一位望落去好後生嘅墮海男士，如果佢真係自己跳落去，咁究竟喺嗰個晏晝之前，佢究竟係經歷咗啲乜嘢嘅絕望，先會自己走到去呢一個地步？而其實除咗今次呢一單案件之外，其實香港近期嘅社會氣氛一直都係充斥住一種莫名嘅不安，因為喺呢一單案件之前，香港其實係接二連三咁樣發生咗好多宗撲朔迷離嘅墮海個案。就喺冇幾耐之前，喺尖沙咀海邊先有一名70幾歲嘅長者墮海，佢送院之後搶救，證實不治。而喺堅尼地城嘅海濱長廊裏面，亦有一位飲醉酒嘅女人懷疑失足跌咗落海，而好彩嘅就係佢最後救得返。一時之間，坊間可以話係人心惶惶。呢一片嘅維多利亞港其實同我哋嘅距離好近，意外都可能隨時會發生。而事實上，每當我哋睇到呢一類墮海嘅個案新聞嘅時候，而裡面最令人心痛嘅地方，往往唔係個結果，而係嗰個成謎嘅過程。因為人性真係好脆弱，有時嘅失足，有時嘅轉念，就可能將生命帶去一個完全唔同嘅結果。海浪聲可以掩蓋好多嘢，裡面包括一個呼救聲、一個眼淚，甚至係一個真相。但係無論如何，每一條生命嘅逝去或者受傷，其實都唔應該只係變成新聞網頁上一條好快俾我哋碌過嘅即時資訊。而我哋喺度希望呢一位喺北角俾人救起嘅男子，最後都可以大難不死，親口揭開呢一個謎底。另外，亦都更加希望每一個生活喺呢一個浮災浮沉嘅香港裡面嘅人，可以喺最關鍵嘅時候揾到嗰一隻可以拉返你上岸溫暖嘅雙手。而今日嘅案件內容就分享到嚟呢一度，唔知大家對於香港呢一排接二連三所發生嘅墮海事件又有啲咩睇法呢？你哋覺得近年嚟最新設計嘅開放式海濱究竟真係好玩啊，定係多咗暗藏嘅危機？歡迎大家喺樓下嘅留言區話俾我知。如果你都鍾意我今日嘅影片，我分享嘅內容，咁就幫我點個讚，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鍾意聽奇案嘅朋友，同埋記得訂閱我哋，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因為你哋每一個嘅支持都係我繼續堅持製作影片嘅動力。我哋係喋血追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有人睇到佢嚇，點解上面睇到佢啊坐喺嚟呢度等啊？唔知啊，我嚟到已經睇到啦，係啊，我哋估下咯，死咗啦！